怎么不一样？不是以前那个不好吗？这不客气，就是说专业指数。新时代不能风采，那我欢迎上来一个。新时代不能风采。两个都是，两个也是。啊？既叫新时代不能风采，叫欢聚银行。两个都是打的。靠近一点。让我多一点吧。专业的，对，他们的水就是不一样。看这边。对。
太帅了！感受一下我这个帅的太帅了！对了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飞梦儿童。飞梦儿童。啊，这个。刚才跟你说了。我差不多呀。这样才满的。有信心了，秀一下。Thank you.
加油啊！我们家里在游了。